啊，不是怎么了？啊？哎，怎么了？怎么了？亲，喂，特大消息，后勤弄来了50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全是批发价，说是要放在服务社里面卖，都有人去排号了。这叫什么特大消息？它就是减半，我也买不起呀。就是，来，苏雪，你的了，你的了。苏月，你想什么呢？啊，就是我们想电视呢嘛，走，管上。九，你还别说啊，咱这几个里边啊，买得起的也就苏决一个。他跟他媳妇儿2个人挣钱1分钱不往家里交，在家里白吃白喝的。我听我们家那口子说，刘倩连洗衣粉都不用买。不行，我得去趟服务社，还能玩呢。来，兄弟，你来。哎，快！11号，哎，嘿，这回有保证了。什么？咱家这14寸脑院里100，给他们全震了。他们最大才12寸，最小才9寸。走了。哎，怎么着啊？哎，苏杰，你再往西边转一点。往哪边？往西边。哦。好点没？哎，好了，清楚了。好，那我捆上了啊。真没想到啊，他们居然还买了电视机了。刘倩和妈说是素觉借了点钱才凑够的，是吗？不对。赵素觉、刘倩每月收入支出一览表。哦，我明白了，他和刘倩就没往家里交过钱。没错，这叫家有黄金外有秤。跟你们说，妈肯定给他们拿钱了，要不然妈能那么心安理得的在那屋看电视啊？对呀。说什么呢？那么认真。大姐，你坦白，刘倩他们是不是没往家里交过钱？交了，绝对交了。那他们哪来的钱买电视机啊？哎，你大哥说了啊，那是借的钱。大姐猜啊，是管咱妈借的。你们几个也真是的，你哥买电视，那可是为咱家增光啊，有什么不好的？小楚，大姐知道你想看电视，不是大姐买不起，是大姐不想买。现在不得紧着你那个康复中心吗？一到了暑假，大姐攒的钱也就差不多了。你三姐打电话回来说，她也出钱。这样一来，我一定要找一个全国最好的康复中心，不管花多少钱，大姐一定要治好你的腿。瞧瞧，乐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就不去哥哥家看电视，就不去。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这刘倩不是说怀孕了吗？这算起来有5个月了吧，大姐？对呀。她那肚子怎么不见起来呀？哎，真的哎。我怎么就没发现呢？不行，这事儿啊，我得问问他们去。我告诉你们，搞不好咱们被他骗了。这个刘倩太坏了。党的11届6中全会决议，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怎么觉着少打的小事社会生产干对了呢？别说话。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哎，经济建设，你可是师姐，没看过电视吧？坐下看会儿吧。我不看。刘倩，我问你，这都过去2个多月了，按道理，现在算一算，你应该怀孕5个月了。可是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哪儿你就冒出来了？你看电视呢？去！把电视给我关了。我来。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刘倩，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这个怀孕呢，这有的人呢有反应，有的人就没反应。刘倩呢，她就属于没反应的那种。滚一边去！什么有反应没反应了？这5个月了，
这都没有什么动静，这叫什么？妈那会儿鼓这么大呢，5个月。怎么回事？说说。这没他事儿啊，这是我的事儿，这主要是啊，不是怎么了啊？哎，怎么了？怎么了？你看班长，你看班长给人吓着了吧？吓着了吧？这干什么呢？这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呦，四姐说的没错，这回刘倩说谎话，要是不让她付出点代价的话，今后她想骗谁就骗谁了。哎，三姐回来了，三姐。看到我回来，夹道欢迎啊！来，抱抱我的小楚。三姐，可以去康复中心了。真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看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我们一定是多了一个三姐夫啊！对呀，说嘛！拿上行李，进屋说。我拿，你拿，四姐，走，快跟屋说。来，小楚，走，跟着。他嫂子好点吗？没事，我不想喝。那行，我给你搁这儿了啊。苏璇，明天必须去医院，把化验单给我拿来。你再这么着，我拿那鸡毛掸子我使劲抽你！行了，走了啊，我们走了吗？起来吧，甭装了。哎呦，明儿就得露馅了。哎，那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啊？那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那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有啊？都怎么着？啊？不是又怎么了？不是盆？哎，好了，不是怎么着？不是这回是真的啊！哎，我说哎嘿，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来，使劲，来！我跟你说，那胖子特别的胖，肚子有这么大个，然后就这样还穿了一身的西服，全都是名牌。但是你要往下看，他脚上穿了一双雪白的旅游鞋，整个就是一老土。然后你看他怎么跟我说，听说赵小姐好酷的啦，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的喽。你要是嫁给我，房子、车子，通通都给你的啦。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请问先生，你是属什么的呀？他说，我属猪，你属牛，都是家畜的啦。我娘说，我反向的啦。露馅了是不是啊？怎么就露馅了呢？是啊，我娘啊，村人啊。然后我就说，我说先生，请问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我的祖籍是东北的啦。然后我就跟他说，先生，把您那个舌头啊捋直了，咱们再说话行不行？我跟你说，现在在那个地方啊，必须讲鸟语，这鸟语就像国语一样。你要是不会说广东话，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生存。哎，什么是鸟语啊？的啦。四姐来了。哟，来，坐吧。然后就更有意思了。快说！他那广东话就没有了，就改成东北大碴子话。他就跟我说，他说咋的？你埋汰我是吧？你说我没告诉你啊？我在广东那一跺脚那就是地震，我一咳嗽那就是台风，我要是不吐痰，那广东就得干旱。然后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要是撒泡尿，那世界还不得让你给淹了？哎，他三姐，素觉那两口子来看你来了。最好玩的是后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我要是把你得罪了，你啊你打一喷嚏，你还不得把我推到西伯利亚去？他三姐，人家素觉两口子来跟你打招呼，你也不理人家。我就是不理他们，谁让他们骗人的？你三
姐她也太傲了，理都不理咱们。我告诉你啊，刘倩啊，这回你要真怀孕了，你在我们家就这个，我看他理不理。就凭这个，明天也必须把化验单给拿回来。对。